分析預測阿根廷勝率55.66%，優勢指數阿根廷減0.75。呢場比賽將會係一場攻防大戰，阿根廷會佔據絕對嘅控球優勢，由安素、費蘭迪斯同麥亞里士打主導球權，而瑞士將會無可避免地採取極端嘅低位防守，試圖將比賽拖入泥沼戰。雙方進球否，瑞士失去咗進攻發動機文森比，前場缺乏致命嘅串聯同突破點。面對阿根廷預計超過60%嘅控球壓制，瑞士極難組織到有效嘅攻勢取得入球，被阿根廷防線零封嘅機率非常之高。球員項目方面，美斯隨時入球。39歲嘅美斯今屆賽事狀態如日中天，已經瘋狂轟入8球。佢係阿根廷破除密集防守嘅唯一最強武器。更重要嘅係，佢承擔咗球隊所有具威脅嘅禁區頂罰球，以及絕對嘅12碼主射權。面對瑞士嘅鐵桶陣，美斯嘅入球期望值極高，絕對值得信賴。